水星逆行在雙魚座，觀照內在想法，重整破碎的心靈。水星自進入雙魚座後，令我們的思維一度陷入情感主導，在處理生活、工作及關係問題上變得迷茫，甚至令我們一度墮入悲劇主角的人設，在迷失中感到破碎與絕望。儘管想要跟隨內心的聲音，但隨着水星在雙魚座逆行，這道聲音似乎也變得糊不清。之所以會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，是因為腦海裡受到太多聲音所紛擾，而每一道聲音都在互相角力，於是沒法達至統合。顯意識的思維是人類最容易察覺的部分，因而經常掩蓋了潛意識的內在聲音，令我們在生活上經常因為吸收太多信息、知識與意見，作出自以為客觀卻違反內心的選擇。水星本身在雙魚座已經會帶來迷失與混亂，此時水逆將帶來亂上加亂的局面。然而，任何錯失與迷失都並非不幸的指標，反而給予我們重新觀照的機會。尤其是水逆在情感豐富的雙魚座，我們可以藉此審視最近在糾結的問題上，有沒有遺忘了當初最單純的一片熱誠？有沒有因為太理想化而做了後悔的決定？有沒有過度悲劇主義，濫用情緒去面對問題？隨着水星逆行，我們開始不自覺地回首過去，反思這段時期裡所作出的種種決定、選擇與行為，有時難免會令我們產生患得患失的感覺，或是可惜，或是遺憾，甚至片刻想過，回到過去會不會更好？眼前的困難與失望，令我們就覺當下不如當初人知。所以會迷惘，並非找不到最愛，而是沒法去愛自己所作的抉擇。人之所以會後悔，並非不幸，而是沒法由心出發去做選擇。如果沒法認清當下的迷失其實來破碎的心靈，並陷入於選擇嘅時覺得別更好，選擇別時還是覺得嘅更好的錯覺，那就只能無限輪迴於期望與失望之間，繼續美化那些得不到的好。在這段混沌的水逆時期，並不需要急着去衡量眼前的人和事，也不必急着去決定未來的去向。我們唯一需要做的，就是將焦點重新放回自身，不再為滿足人而想什麼，不再為討好人而做什麼。只有我們重新拼湊好破碎的內心，在統合過後，才能學會以心為起點，戳破剎那情感或期盼所帶來的幻象，擁抱每刻所連結的人事物，無悔於每個當下的抉擇。